中国最近海警船一直侵扰咱的金门水域，咱的国防部今仔日证实5月29有2架中国军方的船进入金门的限制海域，咱是需由海巡队来处理。另外，今仔日美国的国防部长奥斯汀表示，亚太地区也是美国政府的优先重点。这里是中华民国海巡署。 你已经进入金门禁限制水域。咱国金限制水域再出现不速之客，海巡署公布影片，5月29早起9点外，发现有2架中国陆军的补给船经过金门特山南方限制水域，海巡人员赶紧去驱离，暂停大约是40分钟。通报金门海巡队前往应处，并通令战备部队加强戒备。 金防部讲，防区运用联合的进步监测的方式来处理。专家分析，迄天金门海象无好，共军可能想要朝军路回港，不过也无排除趁这机会时间压力，后续也是要提高警觉。从海巡署的影片可以看得出，接近这2艘补给艇操作极限，所以可能是基于天气的关系，从我们禁限制水域切西瓜回港，那间接的就是可能也不排除趁机施压的这种态度。中国继续对台湾文攻武吓，国防部公布，到7日6点的24小时内，总共查到共机9架次、共南6架次，加海警船4架次伫台海周边活动，其中8架次共机切外海峡中线进入西南空域，相距离越南皮大约只有46海里。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加中国国防部长当军第3会晤，双方讲到台海议题。奥斯汀是搁再讲到支持台海维持现状。We had a frank discussion, and that's important. And there's no substitute for open lines of communication to avoid misunderstanding and miscalculation. And America will continue to play a vital role in the Indo-Pacific. 奥斯汀也讲，亚太地区永远是华府的优先重点。就亚洲安全，美国才有法度变烦恼。美国甲中国会伫未来几个月内恢复两军的通话。记者综合报道。